韩国41号演习今仔日早起是伫咧桃园来展开临战的训练，模拟中国攻击后勤的补给，也有反制。除了射击、通信的抢修以外，嘛有救护等等，透过实战的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。空袭警报直弹，模拟桃园去有解放军攻击，陆军206的战机连随赶去阵地。 外口的雨真大，不过高调员大概是真注心，甲穿裁好，准备攻击。现场规个是用碰碰，透过音响放枪声，营造交战的情景。高调员互相暗号，持续向前行。过程当中嘛演练调员调枪倒落，村的调员协助患者脱离战场，用指挥大赶紧来指挥，等待救援。后边的部队随派人跟冷桥，顺利把人救出来，完成正常的救护。在往后送的时候，你也要实施出枪的瞄准，以防后方的敌情，会对你造成伤害。汉光41号的演习进入第3天，这嘛是陆军206旅规个旅教调的第7天，持续展开临战的训练。11进行连战到9连的组合训练，模拟解放军攻击国军的后勤补给单位，协备部队反制，演练战术的动作，通信抢修、正常的救护。训练的内容是真杂巴，嘛请真侪民众来看。早上有收到消息说有可能会放炮，会有很大声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柳旗里面，所以我想说过来看一下，顺便帮我们国军加油。陆军2六旅首度实施全旅教招，动员了近3000人，要透过14天的新制教招，快速的恢复战力。今年汉光演习，协备部队的训练是演习的重点。陆军206旅全力的教调，报道的比率有达98%。战争一定会面临到伤损。 那当下的抢救都是第一时间，因为要把握黄金时间，我们一定在最快的时间做好一个止血的动作。不管是单兵的所用的枪械，还是说通讯器材，其实都是后备部队最基本的一些战具啦。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真实演练哦，让国人知道说，其实后备部队其实它也有一定战力，我觉得这样效果是不错的。专家分析，这个教调结合汉光演习，比较双臂部队加强城镇战的训练。 嘛透过模拟情景，提升调员的应变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